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爆米香的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 ，Your one-stop shop for Taiwa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exchange. 逐礼拜我会经一条英语的新闻，互阿华翻译。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Ayong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So, which one are we doing first this time? 妈祖先来还是实日先来？马祖好啊。好，妈祖先来。北港有妈祖的信徒连续19天， Mazo worshippers in Bakang for the 19th consecutive year 拢做比人较悬的大机香来迎妈祖。 are making their human-sized joss sticks to welcome the sea goddess. 一支香2公尺悬，40外公斤重。 The joss stick is 2 meters tall and weighs in at over 40 kilograms. 这大支香因往年拢甲点火倒， The oversized joss stick is lit 规路骑咧对白沙屯马进香。 and carried as an offering for the local Bei Swa Dun deity. 今年疫情影响， This year, due to the pandemic, 信徒叫是无要绕境啊， worshippers thought that they wouldn't be able to make the trip. 前无甲大支香做好完工， So they didn't plan to finish making that joss stick. 想袂到妈祖4摆甲伊托梦， As luck would have it, Mazo appeared to one of the worshippers in a dream 4 times, 讲5日节过就要来温庄啊。 saying that they could make the pilgrimage afte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叫伊大支香就赶紧做，无会袂赴。 And told him to get the joss stick ready or they wouldn't make it in time. 落尾蒋天公竟然正式宣布讲，白沙屯马7月初5就要来起驾。 And in the end, the Gyeongten Gyeong Temple made a surprise announcement that the procession would begin afte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哦，上要紧的就是即个妈祖，因为这是一个台湾足有特色的文化，就即个 iconic image of Taiwanese 对 culture 啊，所以妈祖对，所以应该有足侪人捌试过要安怎甲即个物件变做英语，啊，毋过我看大家拢照念，我就感觉欠一个气味伫内底。因为实在讲，你若直接去看妈祖即2字，伊其实是咧称呼恁厝邻的祖先。因为妈祖的即个妈甲阿嬷的妈其实是共一字。嘿，啊，妈祖甲所以妈祖是祖先呢，还是阿嬷共款意思？其实伫古早的观念内底，我感觉即2项代志无分甲遐尔啊明，因为甲一个神明当做家己厝内的是大人来称呼，这嘛毋是干那咱台语人才有咧安尼做。咱像伫客话内底，你敢知影客人安怎称呼因的土地公？客人叫因的土地公叫做是北公，其实就是八公的意思。哦，北公The older brother of your grandpa 伫客话内底，因是安尼称呼因的土地公，所以就是伫即个文化内底，伊感觉即个神明吼是地位足悬的，啊，毋过甲你有个足亲的，吼，毋是足远的，你就用即款叫家己的是大人的方式来甲伊称呼，所以才有妈祖，才会有北公即款称呼走出来。那就是英语，阮当然知影 mother 即个词是妈妈的意思，但是 mother 嘛有即个较文言的意思，就是讲那就是妈祖啦。mother The Holy Mother。毋过爱注意哦，台语内底即个妈毋是阿母的意思，台语内底的妈是 grandma。嘿，即个 mother 嘛，毋是妈妈的意思啦。是。好，啊，过来有那就一寡事小像的什么进香，啊，佮有什么绕境，吼啊，什么温庄啊，这3个拢是pilgrimage 吼，还是要安怎分？即马大部分的新闻报道，也是讲大家写文章的时阵，拢甲即寡事男做伙用。啊，毋过你若是论真讲，应该即寡事会分做2边无共意思。进香甲挂香，即2个事是共一边的。伊的意思就是妈祖的伫无共所在、无共地头的分灵，转去
到因的开山祖庙迄边，找因上古早的迄个妈祖大姊，去甲伊拜访，迄就是 pilgrimage， 去找伊可能食茶泡茶哦，安尼嘿啊，这就是 pilgrimage， 靠我英语的 pilgrimage， 这进香甲挂香拢是我这边的。啊，毋过即个绕境甲运庄，伊其实毋是即个意思。绕境甲运庄较像是妈祖出来，因家己的势力范围内底，因家己的角头来顺的行咧，互大家祝福，啊，甲无好的物件扫掉。所以毋是去别个所在。毋是，你若绕境甲运庄，照讲伊无应该离开伊家己的所在。OK， 那我可能会讲是procession， 都伫即个所在哈，安尼行哈。对。好。啊，过来是迄个旧年就定听到的事啦，到选举年就一直听到的关键字，或者托梦，是妈祖甲伊托梦吼。系啊，即个托梦英语我讲啥物？appeared in a dream，appeared in a dream， 伫梦中出现，伫梦中现身安尼。好。抑阁有伫白沙屯即个所在吼，白沙屯嘛，伊本身的即个庙或者供天宫，啊，你安怎甲伊？你安怎甲伊翻译做英语咧？供天宫，我头拄仔讲就直接教音吼，供天宫。毋过我感觉即个词，因为你讲即个供，供就是即个物件，就是甲一个物件建起来，就是英语讲的 arch。啊，所以因为基督教内底有即个概念嘛是天做供，敢会安尼讲？有一个天供哦，伊讲基督教的传说内底，都是天是一个，若像一个倒坎迄种感觉。地球是平嘛，地球是平啊，有天的安尼 arch 出来。古早基督教认为天若像一个倒坎，甲咱的即个土地坎掉咧。对，所以迄个天宫是叫做firmament， 所以那就是会当翻译做temple of the firmament， 类似安尼。就是供天宫，你若是照翻译意思，毋是照念伊的音，就会变做 temple of the firmament。类似安尼意思。我晓。好，对，你出题，你出即题实在是有够食力的。我写即个稿差不多写3点钟久。哦，那有遐久。好，好，开始哦。来。On Sunday, a rare ring of fire annular solar eclipse took place just hours after the solstice. 礼拜下至了后几点钟，就出一个足稀罕的金宽日食。若像月娘咧软花裤。The moon covered an astonishing 99.4% of the sun at its peak. 日头上济有99.4%度，遮尔惊人的大部分拢互月娘炸掉咧。Making it almost, but not quite, a total solar eclipse. 强要变做日全食。If you think that a 99% eclipse is okay,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你若想讲99%的日食无啥吼，你就错大尾啊啦。You must get inside the narrow path of totality to experience a total solar eclipse. 因为规粒地球就敢若迄下一条全息带内底，才看会到日全食。And only then will you enjoy the wonders of totality. 阁有看到日全食的各种奇观 ，like rapidly dropping temperatures and quickly gathering darkness. 什么款的奇观呢？就是会熊熊翻冷又阁翻乌。And drop dead gorgeous diamond rings around the moon. 旋照手指甲月娘箍起来，夭寿啊水。And a few minutes to gawk at the sun's outer atmosphere. 阁有几分钟通互你观赏日头较外口站的大气 ，which is called the solar corona. 或者日光的物件 ，spilling into space. 安尼对外太空钻出去。It's not called nature's greatest experience for nothing. 人讲这是大自然一粒一的体验，毋是凊彩讲的呢。我就厉害呢。
你感觉这内底足侪词，拢是大家足无惯势听台语咧讲的词，啥物全息大啦、日观啦，啊个都是，总是讲，这其实毋是台语的问题，因为即寡共款即条新闻，你用华语解说互一世人拢住伫北京讲华语阿嬷，伊可能嘛是听无啥有，所以这毋是语言的问题，这就是可能一世代的差别。好啊，所以你讲迄个annular eclipse 是叫做金宽日食。金宽日食。我是安那无照大家即马较惯势的华语翻译，家叫做日宽食，因为我感觉日宽食即个字伊的逻辑有问题。你先想哦，你先想讲日全食，就是规个拢食掉，规个乌乌，或者日全食啊。你看到即个字了后，你搁来想日宽食即个词，你敢会感觉日宽食的意思其实是外口迄款去互伊食掉？一个是全食，就是拢无嘛。啊，宽食应该就是迄个宽去互伊食掉，即款嘿，所以我感觉安尼，即个逻辑，即个理路安尼就相拍，即两日全食甲日宽食，即两个词的理路相拍，安尼毋对。啊，所以即个因为你确实会看到即个金宽，对，因为即摆大家拢讲即个金宽日食，大家拢讲的是上帝的金手指嘛，所以我就去找咱规个厝边的亚洲国家安怎来翻译，我就找到一个，我感觉日本人的翻译较有水，日本人的翻译，迄个汉字用台语音照念出来，就是金宽日食，啊，我就甲杀来用。安尼，日观呀，日观，因为讲 solar corona，corona 即个字其实就是 Latin 拉丁语内底所讲的宏观啊，伊即马已经变做天文学内底一个专属的名词，啊，毋过我就照伊宏观即个原在意思，号做是日观。啊，即马较侪台湾华语的科学课本内底会甲你讲迄个物件，叫做日冕。日冕嘿，啊，其实冠冕伫古早汉文内底是共一个意思，拢是你滴伫头壳顶的物件。啊，毋过冕即字，我去查各种台语的字典词典，足罕伫台湾的话内底用着冕即字。啊，我就用一个台湾话较接用的冠即个字，甲伊号做日冠，嘿，对，日冠无毋对。了解啊，还有迄个你讲啥物？泉州的手指啊，若是写汉字，敢有问题？对，即个泉州手指介麻烦，就是共款手指即两个汉字哦，伊有两个无共款的念法。你若甲伊念做手指，就是 ring， 就是你挂伫手头来装他迄个珠宝或者手指。啊，毋过共即两字，你若是甲伊念做手指，迄就是 fingers， 就是你即几支念做手指，这就是写汉字一个介麻烦的所在。所以 diamond fingers 较无。对，你若泉州手指，你若甲伊念做泉州手指，你就是所以这是罗马字的好处吼。嘿，罗马字一项好，就是好伫遮手指甲手指，罗马字绝对袂念毋对去。好啊，过来你讲翻译迄个 Drop Dead Gorgeous 翻做啥物？即个我迄当中烦恼足久诶 ，Drop Dead Gorgeous 到底是要安怎？你先甲观众解说一下 ，Drop Dead Gorgeous 到底英语是啥物意思？就是水甲死啊，水甲死。系啊。所以我就想讲台湾话内底安怎表达即个 Drop Dead Gorgeous？我想到一个夭寿啊水，你敢知影夭寿是啥物意思？夭寿毋是 extremely 的意思。嘿，即马大家拢甲夭寿当做 extremely， 就是足安怎、非常安怎的意思来。啊，毋过实际夭寿即两字伊本正的意思是 premature death。是哦 ，premature death， 就是一个囡仔也未富大汉就死去，安尼叫做夭寿。所以伫古早这其实是摕来骂人的话。然后你咧夭寿死囡仔宝安尼，会摕来骂家己的囡仔吼。所以迄个夭寿水翻译是。敢若是 Drop Dead Gorgeous 呢？对，所以我就感觉安尼两边的翻译，安尼来斗就真对当。Drop Dead Gorgeous 甲夭寿水、夭寿啊水，拢是摕一个有死的意思伫内底的词来当作加强你的迄个开口。很趣味的。Gawk， 嘿 ，Gawk， 拢袂使，我家己较惯是讲 Gawk。嘿啊，即个字伫英语内底意思就是你看到一个啥物物件，互你感觉足稀罕的你就有惊到安尼。所以我原在翻译我讲是 Gawk， 你看甲目睭袂转轮。嘿，啊，毋过阿勇讲这意思了差淡薄，伊家己的语感是。嘿，我家己的语感就是迄个，你看甲喙互开啦呢。看甲喙开。嘿，看甲喙开。
台语内底无遐尼短的事啦，啊，毋过你讲看甲喙开开，看甲目睭袂长论，阿公阿嬷拢听有。差不多的意思啦。啊，刷落来若是有台湾的观众想要规地球来约即个日食，啊，你阁有通建议因去倒位看较会着？嘿，我有整理一寡资料啊，就是后一届日全食，嘿，日全食，嘿有2044年伫美国甲加拿大，吼，啊搁有西班牙有2027年，吼，啊你若想要去澳洲，嘿，澳洲甲纽西兰这拢离台湾较近呢，2028年，2028年对。好，安尼这就是足困难的失日的部分，哦。嘿，你若感觉英台 Express 对你有帮助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若有任何你想要看到阮两个互相翻译的新闻 ，Feel free to drop us a line in the comments. See you next time. 再会，拜拜。